不管你使用过多少家的眼霜，你一定要来试试这一瓶3号全效紧致眼霜。在临睡前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加强我们的眼周保养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眼周保养其实很简单，把它擦足够的量，比如说你有法令纹、抬头纹，这个我们全效紧致眼霜，它就是全脸都可以擦的。把它挤好了以后，你就这样轻轻的带过以后，但是你记得要到这边哦，你才不容易产生鱼尾纹。你如果有抬头纹、法令纹，我们全脸都可以擦的哦。针对你的小细纹是非常的有感哦。你说我要擦全脸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最好了。眼睛是整张脸最薄的地方，在我们30岁过后，已经渐渐的没有那么有弹性，胶也会流失。记得一定要补充眼霜，让你的眼周看起来年轻5岁，你喜欢吗？所以你一定要来试试看哦，真的超开心的。